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2026年5月2號告別咗德國嘅慕尼黑，坐火車去瑞士蘇黎世，有邊境嘅官員上車檢查護照。到咗蘇黎世，先將行李寄存喺火車站，好輕鬆咁樣喺蘇黎世湖邊嘅老城區遊覽，喺露天茶座同嗰啲俊男美女傾下偈。喺瑞士男男女女都着得好時髦嘅。喺老城區最注目嘅就係嗰個歐洲最大，位於聖彼得大教堂鐘樓上面嘅鐘面，直徑有成8.7米啊！喺湖邊，我見到我嘅同行喺度街頭演出，我就俾咗少少貼士，將我帶嚟個咪插入去佢嘅喇叭，咁就進行我喺2026年首次歐洲街頭嘅演出 busking 啦。天黑之前再返去火車站攞返啲行李，再坐火車就去瑞士嘅琉森。食方面嗰日享用咗瑞士代表性嘅大腸包同埋亞洲融合菜，即係西人煮中餐咯。